在地新闻，美食大饼肚，这道来饼肉包。来看中华鹿港百年老店的肉包，甲花莲吉安求新求变的新口味，倒一个较好食。 以前无啊，我现在大家拢冇就分。包一个加落去，会使享受散肥完美比例鸭加肉嫩面皮完美的结合。这间伫中华鹿港有100年历史的老店，已经传4代啊，坚持上传统、上简单的滋味。我爸爸跟他的师傅两个是总统府的国宴御厨，那时候他们调配出来的肉馅一定远比别人都好吃。叶霸都是足新鲜的，个来里面的汤头真的非常的甜美。就是甲一般敢若较无同的。甲鹿港4代100年传统的老店比较起来，伫花莲吉安乡这间包仔店，第2代头家娘是研究出这款乌金的包仔。哇，这长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东西做的？乌色面皮是你做面切的时有蓝得炭粉，还有擦金箔啊，这个鸭唔是普通吧？一个甲掰开内面是牵涉起司，也有这个德国烟泉，将国外食物结合中式的包仔。 包子店有的东西我们还是有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现在比较会希望说能够用创新的方式来展现我们传统的食材。光看相貌就非常的漂亮，就是会让人家想要一口接一口吃。乌色甲白色的包一个做一个比较，中华鹿港的肉包皮真嫩，啊那鸭是国宴中好菜调皮后腿肉。 花莲吉安的肉包皮是乌色的真 Q， 内面是包起司甲德国烟泉，那呢对一种较好食。觉得这里比较好吃，因为它好像比较 Q， OK， 有嚼劲这样子。肉包不太咸，然后那个皮又好吃，我一定会专程。我每次只要来到鹿港，我一定会来这边买。 有人爱简单的滋味，有人爱创新的口感，白色的传统甲乌色的新潮流，唔知呢乡亲爱倒一款。